突然他们在台下的时候，我想到就是我会想跟他们讲说我在干嘛。会，就他们好像终于知道干嘛。你当然会想到就是自己一路走来，从一开始灵演啊、大特啊，或者是小小的，甚至不能算是配角的角色，一路演上来，终于在切角金有一个很主要的角色可以演，然后甚至在首映那天不知道星汉节目来，切角金首映，其实在那之前，我爸妈啦，其实一直对我做这一行算是很支持。你知道，看到那个自己的名字在大荧幕上出现的时候，然后我爸妈都在台下，所以刚好那个时候就会情绪比较激动。那因为他们在那之前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这样子，就是也不是说不知道，就是不清楚我这一行在干什么。他有没有看过你之前的一些，比如说在里面，你说虽然是小小配角啊，或者是通灵少女啊那些，他们都没有看过，可是他们就觉得说啊，就是其实也不是说难听一点，就是觉得说啊，我做这一行的也没有什么，好像真的没什么出息的感觉。对，偶尔还要回去跟他们要钱或怎么样，然后觉得说啊，但竟然这么辛苦，那还不如不要做了这样子。所以那回到那一天首映啊，你看到他们在台下，然后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一个这么大的荧幕上出现，然后我是打主演的时候，然后突然，突然他们在台下的时候，我想到就是我会想跟他们讲说我在干嘛。会，就他们好像终于知道干嘛。孟耿如是我高中同学，那早就认识了，所以很熟。对啊。孟耿如是你高中同学？我高中觉得她很漂亮，她高中就长这么漂亮，就是很多男生会追的。对，隔壁班不只是那种男生会抢着帮他在合作社结账，因为他也做过这个。我也做过这件事情。反正有一次我们在合作社，然后我们在排队结账，在后面就闲聊啊，我轮到他结账，发现他找不到钱包，就机会来了。你说那个时候你在跟他闲聊，还是他跟他同学闲聊？你排在后面。我跟他闲聊，对，他都有啦。他跟他同学闲聊，我跟他闲聊，就差一两句话。对啊。然后呢？他没带钱包，想说机会来了。有多少钱啊？40块啊，没问题。我有，我的高中来帮你付，谢谢啊。那个还啊，那我等下回教室再还你，没关系啊，40块而已。